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这个桃园的杨梅发生着一件车祸，有一个12岁小女童伫个路口要过大路，和一个64岁骑士甲撞落，两个人拢受伤。啊，讲骑士有啉酒，妨用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车真济，一个骑奥多的人直行向有一个查某囡仔为倒边走出来，这个骑奥多人未负反应，就咧撞落，两人拢倒伫涂骹。发生车祸了，附近的乡亲一个听到声，嘛赶紧走过来关心。车祸发生后，有乡亲徛伫路中指挥交通，同时提出交通水，避免其他的车去撞到。这个所在伫桃园市的杨梅区，车日有一个12岁查某囡仔，伫大成路甲光华街口要过车路的时，想不到和一个64岁骑乌多摆的人撞到了，两个人拢倒伫涂骹，规身躯有真个所在拢有刺伤。警方一个警察发现讲，这个骑乌多摆的人有啉酒，尽量不要酒驾。那行人自己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也要看一下路况是怎么样。后续呢，发现机车驾驶有酒后驾车之情形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在地乡亲讲，这个路口人甲车拢真济，啉酒真正唔通过塞车甲骑车。有关车祸的原因甲责任，警方需要深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